加波選手，之後咧就係印度選手、馬來西亞選手同埋馬。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詹佩蓉喺第一線呢就彈咗出嚟先嘅，余佩儀咧追住佢，但係中間線嘅印度選手可唔可以後邊追翻上嚟啊？暫時仲係中華台北嘅詹佩蓉係會唔會壓線先呢？睇一睇係咪印度追到上嚟？印度追咗上嚟啊！而家爭在咧就係余佩儀同埋詹佩蓉，邊個攞到第2名啊？好緊要。應該係中華台北嘅詹佩蓉啊，因為見到啱啱余佩好似冇壓到線啊，所以就要睇一睇依家慢鏡重播啦。頭40米呢，印度運動員都仲係落後，50米都仲落後，但係哇後面好快喎嚇！個尾速一加起咗之後，好犀利喎，前程好高啊！咁又可以講佢前面太慢啫。係啊，係起步先面落後咁遠。第2名好近喎，好近，真係好近。第2名，即係睇壓線啦，壓得咁夠，好似壓到喎。余佩儀先都唔緊要嘅，就都入㗎啦。佢哋可以，因為咧就女子組咧就3組嘅啫，3組咧就3+2。米線呢，我哋今日要進行5個項目啊，係要分文俾你同埋休息啊，咁所以就佢哋頭先跑100米唞唞。